也新竹市有议员讲哦，最近伫咧学校、伫咧徛街附近，即个麻雀警是愈来愈多，就惊讲会有非法的跋筊，甚至讲这违法的代志去互学生接触到。议员呢，就要求市府爱去查、爱去定相关的处置条例。 新竹市三民国小边啊，离无到150公尺，出现一间写导游，实际上是麻雀馆的店家。市议员指出，最近新竹市学校也有主题区、石窟位啊出现愈来愈多，棋牌社甲德州科技棒这场所引起民众的不满，烦恼有非法跋筊情形，要求市府爱落实稽查，若有违法爱强力来一评。 都不改善，是不是停止使用断水断电？我们绝对不会放任，只要有违法，我们该办就办，该处理就处理。市长，新竹市府讲会依照休闲活动场馆业定期管理要点加强办理，会参考其他县市经验，建议推动处置条例草案。也来以台北市为例，现应敢对电子游戏场业有处置条例，像入红仔机店，普通级电子游戏场必须离学校50公尺，网咖必须离200公尺，限制级电子游戏场爱离1000公尺。严格棋牌社这场馆无伫即个限制。实际观察伫内湖就几啊间瓦郡学校，对此台北市议员呼吁应该比较电子游戏场订定相关条例。 这类的场所应该比照电子游戏相关的规定啊，在学校的100公尺以内啊，不得设立，不要让青少年呢接触到赌博或是地下博弈的这些事情啊。针对申请有休闲活动场馆业营业项目者，预审系统将会提出警示，提醒该场所并不包含工人打麻将、扑克牌等警示标语。 台北市商业处讲，这是以源头管理方式规范登记真侪休闲活动场馆业业者袂用有拍麻将、开机房者跋筊，也若是有用人民团体名义成立的场所，查到牵涉跋筊，会处以罚款，也是长水长电。记者综合报道。